女星柯以柔跟老公郭宗坤结婚多年，育有3名子女，但郭宗坤前年10月被拍到与女员工互动亲密，还被爆出到对方家过夜。去年2人传出婚变，柯以柔坚持要离婚，多次调解却都没谈成，因此全案进入诉讼。而这场离婚诉讼今天21日第3度开庭，柯以柔为了小孩抚养权，使出杀手锏，主张郭宗坤不适合抚养孩子，希望法官将孩子监护权交给他。郭宗坤前年被爆出偷吃女员工，2人还被抓包一起同游日本，4到女方家过夜。虽当时郭宗坤澄清，跟女员工是在处理餐厅公事，才造成外界误会，但事情爆发后，郭宗坤跟柯以柔婚姻出现嫌隙，柯以柔坚持离婚，态度相当坚决，导致4次调解均破局，全案因此进入审理阶段。而据苹果报道，士林地院家事庭今天第3度开庭，柯以柔当庭质疑郭宗坤与女员工关系匪浅，主张2人已经难以继续维系婚姻。郭宗坤则解释，自己和女员工只有老板和员工的关系。不过，柯以柔为了3名孩子的监护权，更以郭宗坤去年10月酒驾被逮为由，主张郭宗坤根本不适合抚养孩子，判法官将子女监护权交给他。这次庭讯进行约30分钟，柯以柔出庭后面对媒体询问，仅低调说谢谢关心，便直接走人。郭宗坤则不发一语，默默离开，全案也将择期再开。